但是228纪念馆伫今年7月就要正式对外开放。伫这进前，但市政府伫文化教育界、这台语界前辈提供一寡历史资料的贡献之下，现在伫元旦酒会正推出正义加勇敢的展览，将持续到3月31号。同时，市长黄伟哲嘛替正义之路的起点甲开纪念碑，希望依照前辈的心情来规划。去年2021年是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，今年2022年是228事件45周年。这两个历史点对着咱的台湾的民主甲正义贡献意义非常大。咱台南市政府嘛要以这个心情、笑脸先辈的这个心情来举办这个展览。不管是静态展览，还是动态历史现场串接，今年拄好是228事件75周年。伫政府甲民间的努力，要将228的历史、民主前辈所付出的呈现给后代。台南新闻阮子和乔邦采访报道。